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对今日开始，这股票交易时间延长30分钟，会伫咧当地时间下晡3点半收盘。这是日本670年后，搁再延长交易时间。这日经指数也去421点。若讲到咱的台股呢，确实无分盘，交易时间是4点半钟，和国际比起来，时间确实有较短。不过，咱的金管局表示讲，这交易时间若准调整，对证券市场影响是真大，这部分会搁再评估。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经过70年初5开始，正式延长股市交易时间，整体交易时间调整到5点半钟。股市敢会更加加压，引起各界关心。初5日经指数开出庆祝行情，收至38474点，起421点。投资人关心讲，台股敢有可能嘛延长时间？延长啊，2点半啊，这样比较来得及啊。我点点来不及。其实我是觉得一样就可以了。看盘时间太久的话，整天都会关心这件事，然后就没办法分心做别的事情。其实，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以早伫2000年、2010年甲2014年8、3届讨论延长交易时间，结果拢无实行。不过2020年10月，因无预警大规模系统摆卖，规工拢无法度买卖。才决定延长交易时间。若台股2001年1月进前，交易时间是到中昼12点，搁延长点半钟，嘛才下晡点半收盘。不过和国际主要股市比较，时间犹原较短，无讨论要比较国际延长交易时间。如果要去做一些变更的话，一定要取得社会高度的重视啊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要不要做调整？我想我们会审慎的评估。目前日本股市的交易时间分作早起盘甲下晡盘。中国甲香港拢是按当地时间早起9点半开始，下晡休困了，再按下晡1点开始交易。美国按早起9点半到下晡4点，台湾是按9点到下晡1点半，一盘到底。对于证券业来讲的话，他们的成本，不管是人工的成本，或者是这种设备的成本来讲的话，那都会增加一些成本出来。证券业的本身应该不会赞成。基本上时间拉长，当然就是会让这个交易量、交易额都相对是有这种扩大的可能跟机会啦。台股是不是要延长交易时间？要考虑券商的经营成本，甲投资人看盘的关系。虽然目前暂时未改变台股的交易时间，不过未来犹原会看市场的需要来演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